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行政院来宣示着压制厝价的决心，整合着部会推出着9大的措施。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处理着易售厝的乱象，也就是俗称的红单的买卖。内政部嘛，甲财政部跨部会来合作，要来强化易售厝的稽查，阁会联合来查税。希望我的未来唔是梦，不过厝价若阁继续起落去，买房恐惊真正就是一场梦。行政院推出9大办法，要来对付炒房。社会上的这个公平正义这个方面，政府有必要努力给努力的人一个有遮风避雨的这个房屋。院长下令部会开始动作，目标就是处理易售屋的乱象，也就是红单的买卖。的一个方式。内政部、财政部已经跨部会合作，要来加强易售屋的稽查，各位联合稽查监管查税。国税局冒3大专案计划，不动产、交易所得拢伫咧节目内底。另外，整合不动产金融政策方面，节目市场发展，搁要加强实价登录的手法，来阻挡卖厝的人乌白化计效。其实可以观察到，有一些业者他可能在推案的一个脚步上面相对会比较慢一些，炒作风气比较重的桃竹、台中、台南的这些区域上面来说，可能冲击会比较大一点。行政院推出9大方案，希望业者、银行、卖厝的人拢爱做好约束，还有保持正常发展的空间。